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55篇22節，你要把你的重擔卸給耶和華，他必撫養你，他永不叫義人動搖。你要把你的重擔卸給耶和華，他必撫養你，他永不叫義人動搖。神啊，感謝你賜予憐憫同埋恩典，提醒我哋要將一切嘅憂慮卸給神，因你會顧念我哋，你會扶持求告你名嘅人。神係我哋嘅避難所，係我哋嘅力量，係我哋患難中隨時嘅幫助。唯有喺耶穌基督裏，我哋才能夠得到真正嘅平安。神嘅話語鼓勵我哋向神開放，將心意向神陳明，並相信神會以不離不棄嘅愛嚟引領扶持我哋走出困境，使我哋嘅身心靈重新得力。奉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